睇房時間，今次我好運被 upgrade 咗上去高層嘅山景房間。官方報基本房間面積為30平方米，由影片可見真係指實用面積，空間感毋庸置疑。酒店採用新式居家風格設計，雙人床係普通 size 雙人床，舒適度合格。床頭位置設有充電同埋 USB 插位。不過就只有其中一面有提供。電視係有酒店獨立系統嘅 Smart TV， 雖然有 HDMI 插位，但係由於電視係嵌牆式關係，非常難插入任何裝置，唔建議各位冒險。浴室空間同樣充足，只可惜唔設有我最中意嘅浴缸。睇得出酒店真係新落成，裝修亦都非常新式。就連窗簾都係電動嘅，全房間更加係唔缺供電位，甚至仲有提供拖板，誠意係非常充足，個人認為值得推介。